大家好，多謝收睇米其倫馬10月12號跑呢個沙田泥草草地絲跑道放頭馬跟前啲着數翻啲咁我講翻上個禮拜三啦，頭關就打邊咗啦，中連贏三紅彩嘅啫。尾關呢就輸咗做唔到因為我嗰場嘅步速非常之慢所以就做唔到。中咗一場叫做有三紅彩啦，都有即係叫執翻多，即係執翻啲啦。今次揀兩場呢，其實都係3啲嘅場合大家都可以俾你參考下啦。第5場同埋第6場。第5場我就揀咗5號做膽多3、9、10同埋124班1200米。揀隻5號呢隻同有運。頭先講啦，絲跑道你放頭之下，你呢隻馬應該都喺今場應該會睇到佢喺前面睇下會唔會贏到啦。嗱今季咧呢隻馬就跑咗2場嘅，分別就係9月7號跑4班沙田千二米啦，奧爾文㗎，當時129磅，收到第5位跑41分09秒正，換定交22秒4段段有輸咗俾隻難得準標誌極光1分08秒6，非常之快但係睇翻賽後咧就全程冇遮擋之下輸咗，但係我覺得佢嗰個走勢咧係幾好㗎，同埋都唔差㗎。雖然跑4輸2個馬位記住第3名嗰隻係白鹿金剛，佢跑4嘅。9月14號再出翻同程026嘅場次啦，奧爾文再騎翻131磅，抽個10檔，又係抽10檔結果呢隻馬咧今次嘅跑法咧就擺跟前咗首第2、3局，結果後邊就冇咗但係時間咧同上場嘅9月7一樣1分09秒正末段23秒2大家睇到咧呢場馬擺明就係跟前咗啦，結果就同埋好快頭嗰段咧結果捱翻嚟就唔得輸咗俾快英雄啦。但係時1分09秒正咧，即係佢雖然就斷咗末段，即係冇上第一場咁強咧，但係咧佢後邊咧都叫做保持翻個速度啦，當然唔夠嗰啲咁後勁咁強啦。今場咧轉咗周俊樂131變咗125，即係有成6磅減啦，戴翻個眼罩會唔會係即係想再跟前啲啦？上場因為抽10檔咧跟前咗啦，今次抽2檔咧可能會好快埋到啦。我睇下佢咧會揾遮擋咧，定係自己放啦如果我睇翻呢場馬咧，放頭馬咧都唔係太多嘅啫，好似就建策憑先有12檔啦，品德寶寶啦有機會放頭可能咧呢隻同有運咧俾黃寶女就品德寶寶放咗頭之後咧就攞個遮擋啦，呢隻應該好好跑所以就有2檔絲跑道呢啲馬我做膽㗎啦呢隻微圈唔好意思同有運剔翻佢先3、9、10同埋12跟住咧就係到呢隻就腳咧就係3號呢隻跑得快跑得快咧就呢隻馬就睇佢都應該唔會好多飛但係其實呢隻馬咧上季都係3班跑開就降落嚟4班嘅。如果睇翻上季嘅10月20號118咧，嗰時喺3班跑呢個沙田千二米咧，何美蓮119磅。首月第11位跑6後上嗰段幾強1分09秒6，末段22秒正呢場馬咧睇到佢即係佢上季初咗嗰場咧衝上嚟咧係千二啱跟住咧就跑2場即係3班1400同1000輸咗之後咧，喺降落4班4月9號咧降落4班就整個快谷首月第6結果即刻就跑到第2孭住135磅1分09秒6，末段23秒1嗰陣時係快谷㗎再出翻咧就跟前咗冇啦睇翻就去到呢個5月25同埋6月22咧，即係跑翻沙田千二千4咧5月25號嗰場699嘅場次咧1200一就輸咗翻嚟記住咧賽後睇翻係大力立臂之後冇跑過呢場我不可作準撥咗佢6月20整場千4咧後上就有一段即係呢隻馬其實我覺得千4未到跑1200一定啱啦。今次咧今季咧就做晒功夫啦，就即刻跑翻去1200咧，就唔好睇佢上季尾699嘅場次咧輸咗14啦，但係睇翻賽後咧係大力立臂唔好
俾佢嚇親啊！咁要睇翻佢季初嗰場3班跑上嚟後上咧，呢隻馬應該咧落4班點都着數啊！咁啊睇翻咧操練咧艾少禮咧就有顆泥閘由頭放到尾啦，咁啊即係睇個款嗰個走勢咧都唔錯㗎嚇，咁會唔會係呢場馬咧喺度發圍咧嗱咁講？但係我覺得今次呢隻馬應該都要拖埋佢穩陣啊！咁啊另外就9號腳建策群英咁啊12檔啊，佢唔係咁好跑咁，但係佢上場咧輸咗俾隻快活英雄嗰場咧，即係今季9月14號啊026個場次。梁家俊騎咁啊而家轉咗阿黃志雲啦，有起碼有5磅減啦嗱。梁家俊125，而家黃志雲110，都有成8磅減咧。首要第4個派係1分08秒7，末段22秒9啊，段開快啊，只係可惜係輸咗俾嗰隻快活英雄嘅後勁22秒1223咧，咁追唔切咁，但係咧佢都1分08秒7咧係非常之快啦。今場咧減8磅，12檔唔使諗㗎啦。擺阿黃志文咧隊啦，咁啊睇下佢咧會唔會好快咧同阿8、9咧擺前面。頭先講啦，即係同有運咧呢兩隻喺前面做遮擋咧，就田有運好好跑㗎啦。咁啊上場嗰個段開快之後咧，建策群英咧如果快啲喺12檔咧埋到欄咧，咁隻同有運就驚啲。但係如果咧隻黃寶嚟頂一頂佢咧，嘥少少力咧，咁啊掂啦。咁啊，但係如果呢隻建策群英咧上場嗰個走勢嚟講咧，我覺得隻馬狀態係喺度啊。咁今次咧睇翻咧拍跳啊同助手跑咧，隻馬其實冇低落過啊，上場跑係2，咁但係就有8磅減咧，12檔我都唔理佢啦，要埋佢啦。咁啊另外就10號咧就幸運愉快，嗱幸運愉快咧咁啊上季跑咗3場嘅1000米咧，分別就入唔到位置啊，只係喺5月18號嗰場683咧。首要第10位派5嗰陣時啊，潘明輝啊1分09秒2，末段22秒5㗎。嗱呢場馬咧睇到個時間末段都好快，咁啊結果就6月22即係7、6、9同埋8、1、4嘅場次咧，4班3年1000米咧，分別跑到9跑到第6啦，咁啊係有意外㗎。喺立備咗啦，同埋起步有啲擠逼輸咗，咁但係咧7月5號嗰場後上咧都係走勢啊，咁啊結果今季9月14號初出嗰場咧其實都有飛㗎，5.4開而最嬲尾開跑6.7咧，其實佢有飛，咁啊結果咧首要第4、3、11翻嚟啊，輸到真係離晒譜咁啊！睇翻賽後咧，咁啊就話早段咧失咗平衡啦。咁啊，去到轉彎嗰時咧，俾高咁一外移咧，就俾佢撞一撞之後，隻馬咧就即刻就冇得唔啱，即刻冇咗嗰個後勁。咁其實佢上場嗰個走勢都擺得太前啦。咁上季即係跑嗰2場跑第5、跑6咧，都係後上一段都幾強嘅後勁。所以我覺得佢上場嗰個走勢咧係違反咗佢隻馬嘅後勁啊！咁啊，當佢上場咧試前邊咧冇尾，今場咧蔡明少再騎翻，咁啊會唔會係記住上季尾咧，蔡明少都騎嗰場咧，所以第10位派6架後上，即係話佢試過後腳上，上場擺前唔得咧，今場都一定係後上啊！咁啊睇下今場咧有幾多啦，三唔早前我都攬埋佢啦。咁另外一隻咧後上啊，比較被動啲嘅風采人生啦，佢一個跑法真係留後嘅啫嚇。咁啊曾經呢隻馬咧都可以跑到1分09秒正，末段21秒9啊，即係上季3月23、527個場次啊，咁啊佢呢個時間非常之快。咁啊今次孭住119磅抽3檔咧，就擺咗個巴度嗱，今季嘅巴度咧博馬方面咧就好似好過上季啦，好就係咁會唔會即係真係進步咗啊？或者隻騎師開始咧就搏命咧嗱咁講，咁但係咧就我覺得佢呢隻馬咧就點都後上一段嘅嗱。今季9月21號咧039個場次初出嗰場咧就俾人嚴重受困之後跑唔到，首要第5跑係6 1分10秒7，末段23秒，咁當時即係黏地啦，咁啊會唔會黏地又唔啱咧？咁上場我覺得佢都唔可以作準嘅嗰場馬，咁所以就今場咧呢隻風采人生咧點都要捉埋佢啦，咁所以就第5場我就5號做膽同有運啦，好着數啊，有遮擋啊，多3、9、10同埋12啊，咁啊去到呢個第6場，好第6場咧我又係未圈啊，咁啊而家圈埋佢先啦，咁啊揀嗰隻6號做膽啦，彭越啦6號。拖呢個1、2、8、9，咁啊1、2、8、9啊，咁好啦，咁啊4班嘅16米嗱呢場咧就非常之水嘅，我覺得真係好渣，同埋啲馬咧就冇乜，即係好多有成10隻馬咧都嗰個
感覺上咧唔係好穩陣啊，咁啊反而咧簡直就彭越就即係呢組馬同埋佢嗰個一路跑落嚟咧都幾準成嘅彭越啦，熱門嘅我都要納埋佢㗎啦，咁啊冇辦法啦，咁啊上季呢隻馬咧就去到季尾咧隻馬就上咗軌道啊，隻馬識即係完全係好有鬥心啊，咁啊尤其是即係今場千六啦，咁喺6月8、6月22、7月1打嗰3場啊，唔係4場啊，咁啊1600咧一個第一，一個第3啊，咁啊最快嗰個1分34秒9末段咧就有23秒2㗎嚇，咁啊其實咧呢隻馬咧就喺4班點都係着數啦，記住咧117一到120磅，而家127。係重咗幾磅嘅嗱，今季嘅賽事咧，咁啊9月21號嗰場咧就輸咗俾同場小飛俠啦，咁我覺得小飛俠即係因為黏地之下咧擺喺前輕輕鬆鬆後追唔切嘅啫，咁啊所以我就唔要小飛俠啦。雖然佢都有似個佢嗰個數據一路跑嚟咧係似縮成啱，但係上場嗰個形勢之後贏咗，今場咧彭越咧上場記住啦，一路追住佢啊爭啲贏到，咁所以話計翻稱啦。彭越好耐嗱，始終彭越咧喺好地咧就即係上季尾都跑過入嚟㗎。咁啊上場咧個輸俾小飛俠啦，就係11月第3個跑，而家其實都吊住嗰隻小飛俠㗎。咁啊去到其實睇翻咧就佢一路都係3碟嚟跑啊，小飛就喺內欄咁，所以咧就蝕咗少，輸條頸㗎咋。咁所以今場咧咁啊梁家俊再騎翻應該唔憤氣咧，要補數啦，記住呢隻馬啦，其實即係如果佢上季到而家，即係上季嚟講都係贏得1場咧，咁幕後應該都係唔甘心啊，所以咧就睇下梁家俊啦，咁啊上個禮拜就話500場啦，咁啊叫做都贏到500場，個本地騎師嚟講咧都唔簡單㗎，咁所以就穩定啲，簡直6號做膽啦，咁啊另外腳就本領輝煌啊，咁啊。呢隻就一定領到飛㗎，咁啊次次咧後上一段咧，即係上季都係跑沙田1600啦，泥地1600啦，法谷1600都係叫做後面一段㗎。呢隻馬咧即係一個跑法就留到最後嘅啫。咁啊，尤其是即係如果同程佢都一季就輸過1場，即係跑上季跑3場嘅1600米咧。其實都準㗎，後邊一段啦，即係試過咧，都1分34秒5啊，末段可以22秒9啊，當時就3班嚟講咧，就120磅啊，同埋121咁咧，即係120磅。咁今次咧就降落4班就135磅咧，都爭成15磅啊，都成一班鬆啲㗎嚇。嗱，今季咧即係9月21號044嘅場次咧，就跑泥地1650啦，阿田泰安騎。咁啊留到最後12位衝上跑係6啊，輸6個幾米，1分39秒8，末段24秒1，嗱一樣灌住佢咧，後上一段好強，咁即係話咧呢啲咁嘅馬咧，即係一係就個步速好快之下咧就着數，如果唔係咧呢啲馬咧只係腳嘅啫嚇。今場就有頭先講啦，落4班，雖然咧佢喺3班都近，落4班好似有啲班你但係加15磅啊，就算擺潘頓咧。我覺得佢贏咧都有啲吃力㗎，咁但係佢始終頭先講呢種馬係好渣㗎，咁啊既然佢喺3班咧孭住120磅都慢慢湧上嚟咧，拖埋佢啦，擺潘頓呢啲野飛馬，咁啊三行咗船可以立埋佢啦，咁啊另外一隻就瑞奇威風咧，我就覺得佢有啲少冷門機會啦，今場周俊樂啦132磅啊，又係即係叫做由3班降落嚟4班，咁如果睇翻咧。今季佢都跑2場㗎，咁佢睇翻上季咧就有場嘅沙田1600嚇，即係5月30有727嘅場次啊，記住啊，周俊樂都係佢騎121磅，守住第10位後上跑去3㗎，咁啊去到末段望空唔到1分35秒正，末段23秒正嚟講咧。係唔錯啊！輸咗俾飛輪布君子傳承啦。呢隻馬咧，呢場馬咧喺呢場跑得係非常之好㗎。咁啊，結果咧諗住跟住咧都再出咧就2場先路，諗住都會近唔贏都近啦。咁結果咧就6月20號不良於行就冇辦法啦。咁啊，去到季尾7月13號咧再跑翻即係沙田1600啦，就轉咗蔡明少咧。賽後就2度收慢之後輸咗1分34秒9，末段3秒正。嗱，雖然就跑嚟10啊，時間非常之快，即係呢組馬嗰個實力咧幾強。咁啊叫今季咧跑2場1400啦，就跑嚟7跑嚟9翻嚟啦。咁啊初出9月14號嗰場咧，去到500啦失咗平衡
啊，咁啊1分22秒5啊1400啊，末段就交個22秒正啦，末段嗰個衝上嚟個勢咧係幾強㗎，咁啊去到上場就轉又係嗰個咩潘大偉啊，呢個騎師我覺得就好似麻麻地啊，睇下佢係咪整到個冷門騎師，咁結果咧。就一出閘撞咗閘箱之後咧，跑題救翻嚟，咁當即係撞之後隻馬無心戀子就輸咗，但係其實你要睇翻9月14號嗰場末段嗰個走勢咧係有㗎，再參考埋上季周俊樂嗰場跑係3咧，咁我覺得呢隻馬咧有啲冷門機會周俊樂騎翻加翻其實就11磅㗎咋，落4班咧呢隻馬咧反而咧好似好過隻1添我反而覺得，咁既然兩隻3班馬啦，3、1同2都立埋佢啦，1又有潘頓唔好理啦咁另外一隻就開心宇宙啦，13檔金城安，咁呢隻都叫做金城安跑得唔錯咁其實佢呢隻金城安咧上季都騎過，佢呢隻跑呢個1000咧跑到第2即係呢個金城安對呢隻馬都幾熟悉。跟住佢一路跑住1600咧，都一個第1就2個第4啦，平均都1分30 1分35秒23啦，末段可以23秒4今季咧頭先講啦，嗰場就輸咗俾小飛俠同彭越嗰場咧，就9月21號041個場次啦，所以第6排3。呢場咧我就估唔到呢隻馬咧，佢後尾咧湧入直路咧湧上嚟嗰個勢咧。好強㗎又係黏地咧，即係我覺得佢仲好過嗰隻彭越添好可惜今次收13檔，當然啦，而家就減咗2磅，既然金城江咧對呢隻馬咁熟悉咧13檔，我睇下佢點樣跑啦，我覺得上場嗰個走勢咧，我覺得會吸引到我，如果內檔啲我揾佢做膽添所以就8號要買，另外一隻咧就長勝威龍又係有少少冷門，我就貪佢轉咗黃志雲有5磅，而家116磅。你睇翻上季一路都冇表現啦，但係咧喺即係上季其實初佢都仲喺3班啦，而家降落嚟4班之後咧，跑有一場嘅法國1650咧，即係5月21 691個場，收到第12跑係4後上1分40秒2嚟講咧。隻馬有走勢㗎啦跟住再出咧就一路就全程留到最後。結果今季咧今季9月14號嗰場咧022嗰場咧就玩奧爾文騎啦，所以第11位派738嗰陣時受困㗎但係咧賽後咧俾小組問佢咧話佢即係要全力以赴啦但係即係就算你知道佢名次唔得㗎，但係都即係佢跑翻應該再好啲嘅場次，即係話睇翻賽後咧呢隻馬咧末段咧墮後咗之後咧，其實衝上嚟咧即係俾人困咗之後墮再衝上嚟咧係有衝勢㗎我睇到有少少。咁既然有5磅而家116上場123，而家都減咗，其實就7磅咧12檔，其實你買後上㗎上場1400，今場1600，如果上場頭先講啦。墮後再衝上嚟一隻1600啱佢喎呢隻長勝威龍睇下啦，拖埋呢隻冷門啦，所以就6場揾隻穩陣啲6號做膽拖1289長咗少少，睇下呢2場大家啱唔啱心水啦，啱心水俾個 like 啦祝大家贏多啲。